朝廷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不是你的仇人。满朝文武对你不敢说一句真话，各国诸侯都在窥伺无果，要来挖我们的祖坟。而大王还要远征北伐，去赴皇祠大会。伯嚭太宰与主校司马王孙苟昼夜不停地调动山军。老臣一想到大王的处境，不禁忧心如刀。这是大王的决策。20年来，寡人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有什么可虑的呢？他不等大王回眸回来，构建大军已经大进姑苏，你简直妖言惑众。1年之间，马上调回北上大军，就在此时一举灭军共用。有什么不会忘记为国牺牲的精神？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，故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老套。上大夫是怕大王北伐中原，灭了齐国。胡说！你可知齐国自战败之后，便于晋楚2强修好，为的是如无再攻齐，晋楚便会联合对我。再有，便是心腹大患之月。上大夫旁敲侧击，还是不赞成大王称霸中原的。狗屁！上大夫，列国之春冬境况，你难道一无所知？范蠡在东海建纣筑基造战车，构建卧薪尝胆，10余年来如一日，为了什么？列强之中哪一国不是有辅，而却都怀有敌意？唯有弓箭先锋出城，看着精兵也在行动力，数十军队可以回。你请带我争霸中原，反对南下灭越必须因为老夫不知道。东方主张争霸中原是好大事，反对灭越是他越国的共犯。如此说来，那么上大夫主张灭越，是因为弓箭未除功夫；反对争霸中原，是他殃及令郎的安全。你说这话是何用处？会争霸，10多年苦心经营，且愧了他，而且已经势在必成，绝不可连根对我自甘示弱。也可以。这是天命所归，但天命是夫人上大夫受点风了。大王的雄心如无再可真力，士气上下亦不堪设想。列国尽力强势，为谋是阅兵就位好诸侯，绝不可以过大，而与晋王为敌。屏幕上的文，所以，寡人要率领全国精兵良将与晋国一决雌雄，让北方诸侯知道南方强吴的厉害。穷兵黩武，非社稷之福。再说皇室争霸，毫无把握，怎么行贤教信？老臣反对。什么？屏幕上 Mobi LS 和纠正。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一。Vocal 使用微软的语音。现20240501已知有5座宫庙井号天上圣母劝世人。假
正蓝用特殊的替代看。什么事？乐包 plus 包 plus 使用。此人不死，必为大敌。而引起征战，汉将军兵法。我是真，H 的神。现2024 Mobi。国同放。
逆天。可是上代李老汉将。CLS 和 HTML 文件中的 OFSEC 01底线1965中华民国54年井号西施影片02自看底线网路有数位修复影片函数分钟。竹山取件。他什么？吴尚大夫信主配合，别测这一功，什么要是引太进内功？石夫人正在卧病，恐怕吴国的病比施夫人的病还要重得多吧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臣的意思是说，越国将息，吴国将亡。